为着要来解决掉欠工的问题，有不少的业者拢是采用新形态的经营模式，他来降低掉人力。来看这个夏季家庭展览会，有手摇的饮料店都来使用到智能吧台做饮料，讲只要15秒，就会当来做出到一杯饮料，平均一天会当省7.5个人力。 只要轻轻点一个机台，就会开始做这个手冲饮料店引进智慧吧台。内底资料有各种的饮料配料，只需要15秒就会当做一杯饮料，连甜度、边角拢会当定做。其实有时候订单量一大的时候，其实非常容易的就会手忙脚乱，那可能就会有出错的状况发生。那有了机器呢，自动去帮你判别你这杯饮品，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。 智能吧台先去一个人工酿杯的时间，手慢慢切割，话要省事。好像讲平均一天会当省一个人半的人工，同时嘛，佫增设自助的点餐机，要将人力需求降到最低。嘛有业者推出 AI 无人的拉面店，为选民配餐到纳钱，拢都家己来，免惊无工人。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，赶快带着你们的爸爸一起来我们餐厅用餐。 卖物件慢慢发到大细声，有业者推出 AI 超级的员工，餐厅会当使用授权过名人的声音，透过面板画面。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可以让他点完餐，而是说除了点餐以外，他还要可以 upsell。他除了不用员工的钱以外，他的生意量还要再增加。这我们一般的话，悠游卡可以直接去感应，让它做授权开始充电。 面对电动车的时代，业者主打是充电条英文加名，加名人会当伫任何所在设充电条，为后台系统看到使用评论所收的款项。收入大约是在8000到1万左右，那这样子20万，大约在2年内我们可以回本，非常适合小资族来去用一些被动收入的投资。看得出来，各种新形态加名已经豆豆走向 AI 智能化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